三伯，大人请来姑母的正是他，快出所在时候是二人在哪里？婆婆，你快儿说。哎，红队加油，他在加油！哎，红队加油！二人快回来！啊！二人加油！走！哦，我们回去了！儿说这么大了，玩这么团玩，不好好读书。是啊，是要叫他照顾老婆，好好管管他了。是啊。二人快去放下，不要让你姑母生气。二人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大人姑母，二人要去富家女子，福气比你好啊。是啊，二弟是该去歇不了。是啊，姑娘，我们是该早做安排，请姑母用所在。嫂，大人，你们看，姑娘，姑母，请把自家小礼服，他在家叫把你砸，切勿一寻人夫的，也用回宁百为人家。三母，你为什么这身打扮？婆婆，我大人，你怎么不管母亲？娘去教会一公堂，他一想君臣不均奉高堂，是宫中去安生的，去年月月见山上，三五众人把打扮，等来等不到人我心伤。娘子，年要冷了，姑娘，请用素斋。好。哎呀，什么脏东西！哼，你看，你真心这种出家生，不是我，怎么不是你？姑母，地了，这人太不小心，快去玩来！是啊，快去玩来！先到众家去的去，回来跟他算账。走。姑娘，姑娘是姑母，你不要生气，姑娘子，姑娘，姑母，你不要生气。
他母亲给家冥顽孤乱，只能到尼姑，你为什么不应我？姑母亲，这都是他上一母的旨意。这个乡下老太婆说啥？我老妹子说，哼，少见你这么之间的糊涂伯伯，你们娶他女儿，坏了小李府的名声。母亲，姑母，我们跟人家已6年不来往，三无勤劳，并无过错啊。是啊，他还算小人为少。是啊，是啊。哼，等着看，这位儿人的亲事遇不得你们了。这次张永福的女儿娶过，那才是个好姑娘。张老板，万家贵客来了。哦，贵客来了。张妹有礼，万里万里，请。不知小莲夫人与大小姐光临晚膳，如何吩咐？请讲。老张，大小姐，你当初进入情绪而人子，发在起家，今天你看不起我小脸妇，哼！你要拉婚，我想袁太爷告你。不，大小姐无谓，我不管拉婚。两里也不管。才要娶我女儿，必须以我3章。就是300章，你只管讲来。第1章，我女儿家长多，亲王至少有3件堂类。母亲，我3户就搬之后我平房，上出这3件堂类。好，我答应。第2章，我女儿娇生惯养，要领路上班，婚信不断。小莲父王供养得起你女儿，你放心吧。第3章嘛，我女儿有被家压的时候，她也不做家务，而不是爱你伯伯。要是我女儿脾气不好嘛，你可不能责怪她不孝，骂她不孝哦。你女儿一点也不轻狂，姑娘，我些都答应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，举实了娶亲，结亲银子与我承担。大小姐妙大在处，小女托付。告辞了。请。姑母，
不送。告辞。小春，小春哎！表弟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喊什么啦？表弟，不要打我！哎呀，谁打你嘞？告诉你啊，小姐我啊要做新娘子了。恭喜小姐！哼，这个老太婆还不知道我的厉害，到时候她要是背起婆婆架子，我最少不了她。你这个泼辣女儿，弟弟，远近几十里，谁管娶你？今朝弟弟我算计你找到了婆家，到了俺家你可要老着点哦。哎呀，弟弟！哈哈哈哈。不知安小莲夫怎么追？你找谁呀？我要找的是安大人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继父。你是亲生弟弟？你是三五姐姐啊！弟弟，快带我回去吧。不，我可不愿意见你。不，他们都不在家，快来吧。来吧，不来。弟弟，带弟弟坐一位吧。今天是起早。不，我要走了，走呀。
神魂不在银瓶里，第二章不许女儿上娘门，第三章两家从此不来往，为的是母亲在家怀名。
小的我也就放心了。姐姐，我要走了。姐姐送你。哎，来，弟弟，我问你，不是你那继父对你可好？就教读3层，是我念4时5，可他母亲死后，他也一并身亡了。弟弟，你是进单身的人，要到哪里去呀？小弟进犯上京赴死。但让弟弟告终哦。多谢姐姐，告别姐姐等罪去，扬眉吐气我再来。妈，你再去拿点东西送你等走。姐姐，你身体可好？我好啊。咦？弟弟，你考中以后早点告诉姐姐。哎，姐姐不要送了。弟弟，把这带上。什么？这是姐姐的一点心意。姐姐，弟弟。姐姐，母亲临终时叫我接你这8月节子。姐姐，吉星日月，永保坚贞。阿妈娘，阿妈娘，不是儿子。阿妈娘，阿妈娘，嫂嫂她可以呀，暖你在江边推推摸摸，我快接了。快走。对，姑姑，对，姑姑，对。哼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清正，刚才你到哪里去了？是宋弟弟，秦伯伯是在什么弟弟？哼。是表弟吧？不，是我亲弟弟几岁？嫂嫂，他娘家外遇身亡。你这贱人，你娘家没有人了，哪里来的野男人冒充弟弟？不不，这是我同胞弟弟几岁，赶考路过得来团亲。既来团亲，为我不虑啥问，匆匆便走。他说
你老人家讲过，断水往来，谁不吃茶饭便走。那为什么要随我安家的东西？这是啊，你借他什么东西？快讲！把弟弟缺少万川，赠他一袋字画，12文银。哎，谁叫你私作自造私人银子？可怜我百姓地地之人，万方步步关谁？宽恕。阿弥陀佛，他哪里来的许多私房钱？大人，母亲，是不是你把教书的所需银子私借你老婆了？哦，不，母亲，孩儿所需银子全都交给母亲了。你不借他，他哪里来的银子？不，这是儿媳识字正线多年积下来的4万银子。你来当东阳戏的时候，叫你立下规矩，叫你穿衣吃饭不许借私房。嫂嫂，银子小事，口气是大，言论人究竟是在。儿子，过来。姑妈，你是？哎，阿妈娘，我好像听他叫姑姑啊，不，我叫他弟弟魏秉真。阿妈娘，啊，你把水伸出来，简真，谁进的戒指？不，你讲。对，要说清楚，快去叫他回来。官人，快去吧。官人，我弟弟的罪状已经开走了啊！姑娘，可把我气疯了！你叫我是无处置于他。你们听着，这种小人妇的丑闻，再也不许传扬出去。他说不清楚。不尊敬大人之王，关进魔王，滚我去！对，人将他关进魔王啊！这吧，娘子，官人，我冤枉！娘子，你快趁热吃吧啊，快吃吧。官人，你要相信三母并无不端因为，你要拒绝我啊！娘子，叫我师父救你，只要丑闻不传扬出去，
慢慢的，这句母亲饶了你啊！大人，快来！娘子，我走了啊！还是爷你来了哈。我这所以里面去用啥？还是农业来了。张先生，小夫子没亲没羞，要叫我啥人了？来，坐。客官，去用啥？去。我昨天答应你母亲嫁女儿，她一定高兴吧？她不高兴啊？难道不喜欢我女儿？哼，算了。啥你阿爸不要误会，跟你说不要紧，别人面前千万不能干。我嫂嫂陪亚诺你哦。姑母真好，我要按上去，只要保持小脸夫名节，我为其嫂嫂做主，多谢姑娘操心。亲家来了，客堂里坐。请。不用了，告诉你，我女儿不嫁了。为什么？你大媳妇是在叫寡妇之女，陪夜乱人，伤风败俗。她在这里，我女儿就不过门。老赵，你管刁难！大小姐的个贞洁八方，难道你不以为耻吗？你是去准备喜事，这里允我做主，你等着看。好，等着看。告辞。母亲，翠人撞开去了，这叫我是后是好啊！姑母，是后是好啊！你们俩都带我来。谁要拘束了接儿人娶媳妇？大人，你县长许氏把前人许了。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依从的姑母把三妇休了吧。不，母亲，儿乃为小儿当年教导谁见当，母亲身上有多病，多亏了三父侍奉老高堂。67年来负大错，今日做事太鲁莽，千不是人，百不是内上婆婆三死亡。如今是争取所有难对正法，国母念他病时不慌，啥时我把心思心，只怕高张失去了。
了他吧，杀了他吧。儿啊，要是我杀了三步，你兄弟娶妻无望了啊！姑娘，我为难死了。哼，你们母子奸污绝对，这个不讲女子本来就不该做小烈妇的媳妇，我要她在暗道忏悔赎罪。哼！大正，你要做小烈妇的孝子眼神，快些许事啊！不，姑母，快些！大人，你就听姑母的话吧。母亲，来。
做得不对那个头，新年过初当媳妇不嫁女，不应该当作奴婢嘛，不然羞。妈，你错啦！去年表哥表嫂远房，大姨妈是不是听你？对的，可惜有耳根太女儿，只相信个短命尼姑，责怪三姨，所以叫你去劝劝他。非要老三老四，走。啊，三五表嫂，表嫂醒来。三五快醒醒！三五醒醒呀！哎呀，哪能是三五来司令的心事啊？三五醒醒！表嫂醒来。雨梦里。繁花三五，我不是侬娘，娘，三五，我不是侬娘，我是大正的三姨母呀。是啊，三姨母，三五。人高相亲都是开当小人从今呀推云台挂了这里。老夫人，快把粥端吃下去吧。谢谢小春，谢谢小春。老夫人，你快吃吧，快吃，快吃吧。老夫人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原是好吃呢。你儿媳在大厅上大吃大喝，这样虐待你老人家，我看不惯。亲爹，小心他听见，又要挨一顿多打。不怕，可怜的老夫人，她是死老妇，你要把她娶进门来，她把你手头钱财吃光用光扒光，把你到下等人死活。你受苦了。
我是瞎了眼，至今懊悔都来不及了。买房媳妇小春，你这个死老太婆，你尽管退来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！老夫人，你这样，老夫人，你这死要女切大为，孩子哎！娘子做啥？去拿鞭子来！我打死这个贱人！快打！老夫人，你打死你！要造反了！母亲，母亲，你受苦了。接到娘心恩将苦，心也茫茫在路途，西到大起过梦。亲娘走怎么？母亲，走进茫茫的花湖，满望头上去过。你不想下地哟，来打你俩的老婆婆，可怜上当走了苦啊！阿弥陀佛。不用叫了，张美奉陪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天哪！母亲，让我去死！母亲，好了，母亲。好的，大两二两，两位好兄弟，丰收好年景，帮我个小婶婶回到娘家去，常人咱们喝了笑嘻嘻。快吃，快吃。娘，我去接茶人许的。不，厨房里等的小地盘，你去。
好，娘，我去把咱母找房子。是的，自己他去三五妹妹去。好兄，侬真想得周到。表嫂，妈妈，你就去啥？你呀，回来带魔术堂接你去。都是小人的儿子媳妇。好，快走，快走吧！不，两位妹妹，去好啊！早起早回啊！你要当心好，最好啊！小欧的，进去烧饭去啊！人家心也寒，为什么那边人来这边暖？想起了修书一字还千般。三姨母，哎，他来了。啥人来？大真，你来做啥？你不要介意，用我啊。三五啊！你来做啥？三姨母在场，受大人一拜。爸妈不要罢来，我们来做啥？姨母，家中大事要由姨母商量。侬屋里娶亲出去，两桩大事，啥个辰光来等我商量过啊？非要来找我下午人，找侬再子你给我商量去。姨母，三姨母，可怜我母亲被我歇娘的一病倒莫忘啊！我阿家病倒了，一死一报，是做是人。三姨母，亲娘陪我喜娘的下母堂，东吴最起病在崖上，把无一用自私生不在早外子呀茶，撒娇米外结果呀当铺外在头发在当，亲娘快得病家中，下年的青梅在笼上，来救你姨母今生去，张口娘亲高呀表里看侬口里想，侬先回去告诉侬娘，等我再后就来。多谢姨母，多谢姨母。我先走了，我走了。三五，侬又在想大成了？
你们什么人？怎么私藏名人？我家丫头到这里，你把她让到哪里去了？什么丫头？我没有看见。没看见就是你们说什么？就是在哪里？喏，在这里。我许你欺负三女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不生生，我生生你长老夫。既是老夫就要吃人，去你妈！走！放开！娘子，这些东西都是他你阿爸喜欢的。你这个死老太婆，滚鬼魔王去！母亲，你不要害怕，你的婆婆吃阿婆婆天灵后代啊！你活得样了？哪里来个乡下老太婆，好大的胆子！老夫这个还要屁股的看看吃用来，袋子死头个，还能去拿鞭子来？娘子，他是三姨母，快去！什么三姨师傅？叫这个乡下老太婆看看我的厉害！娘子来了，鞭子来了！我要打死你这个老太婆！那两只畜生，眼睛粗黑，看不清桑我是杀人。马龙儿人小丑长，娶了老婆对了娘，虚华生的一包草，没对没闹没天啊亮。马龙其人没叫啊呀，黑心黑肺黑肚肠，无法无天吃老虎娘，对婆婆子母王。今早还在我的手啊，看侬真敢再唱光，看着我出手痛，出伤，你不要凶，我回娘家去，叫我弟弟来，叫张云富来，我等着。快走吧！儿子不要紧，我叫弟弟来教训他们。喂，你们可是二人去过？我是二人，他叫曲姑。你们外人明了，到远衙里追他。哎呦，我们追快！冤枉子，冤枉！少年为官出上人，将毕年是须认真，导致外面忘记心。领导人人完拿走，好，我先要为民伸冤，永报真。母亲，不好了，儿子去顾外生命，二杀衙门去了。母亲，儿啊！这两个孽种，活该！你快点噻，大人，你到衙门去打听，究竟两个畜生还啥命案？是，好。我认得你二大人。是。原太爷叫你到衙门去一趟。
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呀。你没有办法，怕什么？走啊是，走。走，是。刀算他进来死。圣岳安大人借父母官大理村北。安先生，可知本官为何率你吗？这可是为屈姑二人断生命有哦。哼，问你自己所作所为，你可自裁吗？哎呀，大人呐！但愿到此这里你规矩上报，大事也非，须得是为自理你，先要问你可求情。去年中秋在大理，3日3午是我去，你去啥与去过比，哪个高来哪个低，去过妇女不孝顺，乃比我3午也得呀去。算他敬仰万将心，啥不便登门拜访你言情。好是心空。本官问你为何不答？禀大人，3午他已不在家中了。哼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大人啊，3午并无过错，只因不明不白之事，我被必先许死，将他许了。什么不明不白之事？夜里告他私人乱之人了。难道他没有辩吧？他是曾与宝利寄生，基的象征又有何在？不见寄生本人乃分真假。你到本官是谁？我就是沈寄生原来是九弟呀！谁是你的九弟？大人，多少年来，我姐姐在你家中吃尽辛苦，受尽委屈，他深应应我，青莲随着，夜明基地，几日却说，他虽冤枉，无端虽说，
你明知故逆，却不辩驳，你毫无心过，羞了我的姐姐，真正的可恶！本官以你3天之内交出我的姐姐，我则罢了；啥是交不成我的姐姐，哼哼，本官饶不了你！丁大人就有身家成美女，人数一封，送他出去。是，走。原来是此。来呀，在，快去送那杀人真凶张永福。是。审他冤枉案，是有2名作证。命女审三夫，审三夫，是我姐姐的笔迹，是我姐姐的笔迹，姐姐。请问这里有一位陈三夫，人是大人，请。弟弟，你为亲娘争气，故若出山了。小弟出身名门，多亏姐姐指点，姐姐随小弟大力传拜。弟弟，山一母是我救命恩人，你要拜其众位兄嫂妹子，多谢众位兄嫂妹子。不管当，请姐姐受伤，随我上轿为雅。多亏老妹子3路3位，今早我亲自接她回去。好，呀，已经呼叫来了。是啥人的轿子啊？这下子我老太婆里又等你闹来，你们慢慢走，我先回去看看。三夫，母亲，你回来了。三母他生，因为他也是三夫亲兄弟呀。真好，三姨母大恩大德，随身人几生100。老太婆不管当，你姐姐呢？是接他为雅，他在内房梳妆。你走，我进去看看。三姨母，你回来了。大姨母，你们也来了。哎呀，大娘二娘，今日喜气临门，我来迎接夜喜。母亲，这位袁太爷就是我娘子的弟弟呀。正好我们是亲戚一家。哼，说是我的姐姐，我也亲戚一家，
我的姐姐与你们何关啊？弟弟，姐姐小弟无你上轿。不，我这娘子，你需要阻拦。娘子，我那演得的好娘子莫怪娘子真冤人，被人杀死都该养应，几地今生等人了，不对梦愿在桥上，怎奈为抗娘亲命，感痛许起来分今人真知道谁是心意重，凝聚力一起上家我家门，娘子上去谁打心意，大王爱去流名字可你不改变，写信那怪我是何生，修书还在难消恨，你是江中里平心生，环境经济好不起，话在小弟中意，起码媳妇好媳妇好，莫怨儿郎呀怨我，我不是做无毒山，我给干脆演媳妇，迎郎实实是方生，梦你心中来送他一口鸡汤千万斤，金不去为夫义，且下着手着一彩台我迎，有气万代一理想，二家把母等一生，什么这样老一生，西中送太岁老人，三五没有回头意，还我是有情话几几说两语纷纷，谁的轿车是闭门，
呀，陪你呀手牵手相有一别，正月八月过节真，比我落发不道理，你要说谁？姐姐，不要去理他们，我们走。哎，娘子，嫂嫂，嫂嫂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姐姐，将你们送回释放，还来做人。嫂嫂，是我们害了你。三姨母，拿来和我吃上，拿来做啥？跟我来。求三姨母劝嫂嫂与姑姑好，回去吧。老妹子，我举你啦，请你大发慈悲。三姨母，三姨母，这儿向你跪下了，你去劝你们吧。三姨母亲，三姑，我个好阿母老面皮，听我叫兄老姐姐，侬不该门行的破来娘的去。只要媳妇品德好，哪能门第高于低？做婆婆总要爱媳妇，真把凤凰来当草鸡。这真是他大小姐，年轻丈夫当女人，我到雨天可怜你，青灯孤到变心里，一个月去恨三五，何苦出山好夫妻？大人都是懂道理，要跟亲娘分是非。这大小人好名气，哪可轻抛做空气？杀气再对我报备，3块河水上是非。老干没有受错的，莫往事在看事啊你。俺女的上下和睦家里你，敬老爱幼是家系，一家人亲亲热热亲到底，哪怕做皇帝，哪怕做皇帝呀，也没有这种个好风气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像爱亲生女儿一样爱媳妇。三姨母，你让我带她回去，一定爱护娘子啊！奶奶叫娘三五先跟几声为呀？啊，三姨母，让他们晚来几地团聚几天，你们再带轿子去接三五，先到娘家，遇到婆家，不好吗？好，娘子再多3天，再多3天啊！你呀。